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中间的2位门徒。因是一对兄弟，因就是雅各甲约翰。大家毋知敢会记得牧师顶回咧分享彼得的时阵，我就提起到耶稣上界亲近的3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甲约翰。雅各甲约翰因是2个兄弟，是西庇太的囝。因的工作是甲彼得相共，拢是咧掠鱼的。但是如果咱来比较马太福音书27章56节，甲约翰19章25节，咱会当去推测雅各甲约翰因的老母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老母玛利亚的姊妹，所以咱会当安尼推测，就是讲因2个兄弟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的表兄弟。咱今仔日要对这2个兄弟因的个性开始来思考一寡甲咱生命有关系的代志。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圣经所记载的这人物，互阮会当得到学习。对因好的所在，阮学习安怎满足你的心意；对因无好的所在，阮也学习安怎去更新改变阮本身。愿恳求主你，互阮有智慧，会当自信伫你的话语顶面，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咱若看到圣经中间咧描述这2个兄弟真特别。伫马可第3章17节，安尼写：西庇太的囝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耶稣大因号名叫做半年期，半年期这个字的意思是2字合作一字，半年的意思就是囝，什么人的囝？期就是雷啦，天顶迄个雷，拍雷的雷。所以如果你若看台语汉语本的圣经，大讲耶稣大因号做半年期，意思就是雷公仔囝。咱现代中文译本大翻译做伊的意思，就是讲因的个性那亲像暴雷同款的人。所以咱理解来讲，这2个兄弟因个性拢真相共，拢是歹性地、真土性、真土地的人。咱会当对一段经文来了解因2个人的个性。咱来看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56节，这是记载一个故事。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先派人先伫头前行。当因经过这撒玛利亚一个庄舍的时阵，要替耶稣准备一切，结果迄个所在的人无欢迎因啊。这个时阵雅各甲约翰看到这个情形，真生气人俩无欢迎因俩，因就马上来主耶稣讲：主啊，你爱阮叫天顶的火来烧灭因人无欢迎因俩，伊就想要人走灭啊可见因的脾气确实是无好歹性地。但是耶稣无共款耶稣责备因因就往别的庄舍去所以咱理解就讲，因这对兄弟性格拢是真暴烈歹性地。咱知影常常生气这是咱人有时阵咱人的个性顶面我相信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包含我，拢捌生气过但是生气常常会发生一寡代志所以圣经保罗安尼来考劝讲，生气但是毋通犯罪啦因为无生气都无可能嘛。但是一旦若生气，咱爱小细腻毋通犯罪，袂当生气到日落，就是意思讲毋通生气上久的时间嘛毋通达魔鬼留地步这留地步台语的圣经翻译做留空芳啦。就是留一寡空芳，互魔鬼会当攻击咱。因为通常生气会为一个人带来真侪问题，就是留落一寡互魔鬼攻击的所在。通常生气带来这个问题产生了真无好的结果所以咱看到这对兄弟因性格无好，所以伫圣经中间咱会当来整理因为因的性格的部分产生3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对别人摆脱，吼，因爱分党结派。若甲我无共党的吼，我就来摆脱，吼，这是因两个兄弟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吼，因为因较自我，吼，较家己用自我做中心，所以因会追求名利、争权夺利，吼。第三，因若对因有对敌的迄个意思的人吼，因就比较较袂宽赦，吼，想要报复，吼，亲像咱拄则所读的迄段经文同款。所以针对这三项，因这两个兄弟所拄到的过失，吼，咱要分三个礼拜来看这三个问题，吼。这三个问题可能也是就是咱生命中间的问题，咱是当来对付伊。咱今日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对别人的摆脱，甲分党结派这个问题吼，对咱生命的影响，以及耶稣安怎去调整因，吼，咱就看耶稣安怎来调整咱。首先，咱来看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有一天约翰对耶稣讲，吼，约翰拄到一个代志，伊讲先生。我有看到有人借着你的名在赶鬼，阮就禁止伊，因为伊无甲阮共党的共做伙哈，伊无甲阮做伙。伊个意思是讲，一个无属伫因团体的人，竟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赶鬼，其实替人赶鬼这件代志是好的代志，但是约翰感觉讲这毋对，伊就毋是甲阮共党的吼，无属伫阮12使徒。内底也是讲伊无跟对耶稣，伊竟然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安尼这袂使，吼，所以伊来禁止，伊的心胸是非常恶势，吼。但是咱看记着耶稣安怎来回答，耶稣来讲毋通禁止伊，因为无人会借着我的名行神力，佮马上活过头来讲我的歹话攻击我，因为无反对咱的，就是赞同咱的，吼。耶稣是保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伊认为一个会当奉伊的名赶鬼来服侍别人的人，伊无可能反对耶稣，所以不应该被禁止。其实吼，咱看耶稣的态度吼，毋是干那讲无反对伊就接纳伊啊。耶稣是甚至连反对伊的人，伊嘛接纳伊啊。所以吼，其实耶稣伫这个过程中间咧教示约翰甲雅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毋通去摆脱别人，咱爱去接纳别人。当然，咱一般人总是咱介意甲咱较情投意合的人做伙，吼，这当然无毋对。但是吼，咱若无注意吼，真有可能咱这团体伤过密切，变做摆脱别人。我还记得我伫大学的时阵。阮有一阵斗阵做伙真好的朋友吼，阮拢共年级的吼，阮几个人拢真好，常常拢斗阵。结果一直到大学4年的时候，我发觉讲吼，因为迄团契拢有一档拢有新生入来。反正我发觉讲即其他的同学吼，拢袂当融入阮即群啦。煞吼下面煞拢无人，所以阮4年的时候，阮就开始反悔讲安尼袂使。阮爱将家己拍破，爱去关心遐需要关心的人，毋通因为阮伤好，造成对别人的摆脱。教会嘛是相款，教会生活中间有一件非常重要，就是爱彼此接纳。咱拢是来自无共款成长的背景，无共款的生活经验，可能嘛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念，所以咱常常有一款无共款的想法甲做法。但是咱也知影，因为耶稣基督的疼。咱学习彼此接纳，因为耶稣基督会疼，咱才做一家人。所以保罗安尼同恁劝勉讲，所以恁爱彼此接纳，亲像基督接纳恁同款，互荣耀归乎上帝。保罗伫遮咧讲，因为咱是罪人吼，咱是得罪上帝的人，上帝嘛接纳咱，何况咱彼此应该爱互相接纳，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互相接纳、彼此宽容，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教示。虽然咱知影爱接纳但是咱一开始
对软弱的个人来看吼，接到这件代志，咱需要学习啊。所以牧师提供下面3种方式来甲大家共同学习。第一项就是吼，咱要接纳别人，即种咱对咱的心意要做一个建设吼，就是讲咱对人性的认捌要正确啊。有一寡人来到教会，伊是带着真完美甲理想去看教会中间的每一件事，甲每一个人。伊期待看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伊感觉讲这社会吼，人拢较自私、较自我，应该教会内底应该无共款。教会内底每一个人应该拢爱真完美，拢爱有基督的款式。但是咱若用这种悬的标准去看别人的时阵，可能你往往拢会失望。亲像我还未去读神学院之前吼，我常常对神学院的生活有一寡幻想。我拢迄阵未去读神学院，我拢想讲吼，神学院的学生应该是拢非常性格非常熟练吼。我拢幻想讲吼，下早时啊吼，迄礼拜堂的钟声响吼，哇！大家拢爱穿啊真整齐，咱亲像天使安尼吼，去即个礼拜堂内底敬拜上帝，啊然后校园的生活就是安尼彼此相听，大家互相帮衬。啊，但是了我去读神学院，发觉讲，我的期待吼，甲我想象的无一定完全相共吼。神学院其实原来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内底原来有真侪人性的软弱，包含我本身嘛有真侪无完全的所在。啊，教会嘛是小共，有人讲教会是一群罪人的集合，但是牧师认为讲，教会是一群知影家己有罪，但是不断甲家己罪恶本性咧对抗的人的集合。牧师毋是讲，毋是安尼讲吼，讲教会既然是罪人的集合，所以教会当永远罪恶的代志，毋是安尼。是大家知影咱家己的软弱，但是咱尽力去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咱毋通用上过理想的标准去看软弱的罪人，而且集合。牧师期待吼，咱来用这种正确的态度，就是讲咱来用客观的标准来要求家己，但是对别人的事的要求吼，咱比较爱有宽容的心，咱应该爱较专注别人的优点，毋是缺点。爱接纳别人，咱本身爱用正向的思考去判断每一个人，就是讲咱较侪去欣赏人的优点。只要咱对人性的认捌正确，安尼咱就比较较容易接纳伫教会中间人的软弱。另外，教会生活中间吼，袂当彼此接纳一个上介大的问题吼，就是出伫对别人的论断呐，对论断别人的缺点。论断是破坏一个团体上介大的一个因素。耶稣讲，毋通论断别人吼，上帝就无审断恁，因为恁怎样评断别人，上帝也照样审断恁。你用什么款的牛气去量别人，上帝也要用相款的牛气去量你。犹太人因认为吼，伫上帝遐有2种无共款的称，一种是公义审判的称，一种是怜悯宽容的称。啊，如果你若用这个公义审判的牛气去量别人，上帝就用这个牛气来量你。如果你若当用怜悯宽容的心去审判别人，安尼，上帝就用这个牛气去量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就是，论断是上帝的主权，毋是人的代志，这非常重要。因为咱毋通做上帝做的代志。有一个牧师叫做华里克，伊提起到，如果咱若开始批评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有4项代志会伫咱中间发生。第一项，论断的人开始失去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无欢喜这款的代志发生。第二，一个去论断别人的人，伊就是暴露家己的骄傲，因为你会感觉讲我比你较好，所以我要来判断。啊，骄傲是上介大的罪，所以会招来上帝的审判。另外，当论断伫一个团体内底发生的时阵，
就是伤害这个团体中间的和谐。具体每一个人拢会受伤害，包含这论断别人的人。所以论断是教会中间上界大的致命伤。咱唔通随便去论断，但是咱来做正确的判断。论断甲判断的无共款，就是判断是你知影讲啊，啥物是好，啥物是无好。但是论断是去让别人定罪，定罪是上帝的代志，判断是咱会当学习的。如果咱若有做正确的判断，就是咱爱注意第三项。第三项就是讲，咱对上帝的瓦靠爱坚定啊！要接纳甲咱相款性情的罪人，实在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对上帝的瓦靠爱坚定。如果咱若真正通过判断，知影讲有一寡人真正有无合意的代志，咱无应该去人定罪，咱应该爱瓦靠上帝，囥伫基督中间，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去处理、去面对。如果咱会当学习安尼，我相信咱是一个会当彼此接纳的团体。所以咱对约翰跟雅各因的性格中间这种摆脱别人，咱来学习安怎去改变、去接纳别人。另外，咱看见着伊这个态度，咱就知影讲伊是真爱分党派，跟咱无共党的，就袂当做，袂当享有咱这个党的权利，这是因的想法。但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讲叫咱毋通分党，咱来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合一。所以咱看见着合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耶稣知影伊学生大家性情无共款，意见无共款，需要合一。所以耶稣伫离开伊的学生进前，替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这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的第17章。这第17章的主要的内容是主要所谈祝福祈祷，主要的重点是在伫愿望因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主要所讲，我不但为因祈求，也为着遐因为接受因的信息来信我的人祈求，愿因拢合做一。讲爸啊，愿因伫咱的生命内底，亲像你伫我的生命内底，我伫你的生命内底相款。愿因拢合做一，为着互世间人信我是你所差遣的，你互我荣耀，我也互因，为着互因合做一，亲像咱合做一相款。所以这段其实耶稣基督的重点是在于，望伊的门徒会当成做合一。耶稣为什么做这款的祈求？伊明白伫一个教会团体中间，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伫无共款的意见里面，需要追求合一的心。啥物是合一？真侪人误会合一的意思是指教会所有的意见拢完全相同。某人掠做讲教派拢合一，所有的制度拢相同，其实毋是安尼，迄叫做统一啦。但是咱理解，上帝是一个真丰富的上帝，多彩多姿、智慧充足的上帝。伊创造的每一个生物拢无重复。伊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性格，所以合一毋是讲完全拢相同，合一是伫无共中间追求共同的使命甲目的。关系合一，咱有3点要注意。第一项，咱来理解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是在于咱有共同的信仰。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独独一个身躯，一个圣神，亲像上帝呼召恁来享有共一个愿望。独独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独独一位上帝。伊伫遮讲7项合一的基础有7个要素表现伫一个身躯，就是以基督做头的身躯；一个圣神，就是上帝的神；一个愿望，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有的愿望；一个主，就是指耶稣基督；一个信，就是对独一上帝的信仰；一个洗，就是咱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得到国外的愿望。所有的合一的源头，都是在地被上帝。简单来讲，咱就是因为同款的信仰，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咱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群体。虽然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
咱拢无共款，咱的性情无共款，意见无共款，但是因为共一个信仰，咱会当成做同心合意的群体。咱等下要共修圣餐，圣餐的时阵吼，咱就能看到牧师会做几个动作。牧师会对这个饼的中间摕一个饼，然后来祝福，祝福了，牧师会将这个饼来掰互破，然后分互大家。这其实就是咧象征咱基督徒的生命。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拢是被拣选，然后被上帝祝福，然后被上帝破碎，然后互上帝切肯去分享。咱咧守圣餐的时阵，咱甲主同坐道的时阵，咱来理解一点，就是咱牧师咧祝福的时阵，祝福了，请咱的小会员将饼分互大家。每一人摕到饼的时阵，咱拢知影迄个饼是共一个饼破碎的一部分。然后无人摕到饼了，马上食落去，拢是安那。听候所有的人拢摕到饼了，牧师会讲。这是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逐摆行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然后我讲，咱做伙，咱做伙来领受。这时阵，这逐个人做伙去领受这个破碎的身躯，成做一体。所以，咱咧守圣餐、咧享受主的道的时阵，就是象征咱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款合一的群体的基础是在于咱共同的信仰。然后，伊的表现是啥物？表现伫咱温事的配合。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咱一定会体验到上帝是一个真特别的上帝。伊互咱教会中间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无共款的温事，无共款的想法。伫这个无共款的温事、无共款的想法中间。大家会当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伙合作的时阵，安尼这就是合作，就是合一。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甲以弗所书中间，拢用人的身体做譬如。伊讲咱教会中间，有的人亲像目睭，有的人亲像耳孔，有的人亲像手，有人亲像骹。但是这所有的肢体功能无共款，但是拢是服从基督，就是头的命令。发挥因各自的功能，互这身体完成身体要做的代志。相反，咱中间有人有无共款的温事，有人真够关怀别人，有人真够教示别人，有人真够带领敬拜。咱拢贡献咱本身的温事，共同来合作，就形成一个合一的教会。当一个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当合一的时阵，咱这合一的见证就当带来奇妙的稳定伫咱的中间。咱的教会就当真正成做祝福别人、荣耀上帝的教会。咱每一人拢真有力量，但是咱如果将咱的力量消耗伫内部的冲突，就无法度发展现力量。但是咱若同心合一，将咱所有的力量放伫共一个目标的时阵，安尼咱双年教会真正会当伫这个世代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就是雅各甲约翰因生命中间的缺点，互阮来学习安怎去接纳，安怎来合一。恳求主你帮助阮。去掉阮心中的自私甲骄傲，互阮会当学习彼此接纳，也会当贡献阮本身的温事，来成做合一的群体，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